今日嚟講呢台《速度與激情》中韓嘅座駕 FD RX7。原廠搭載雙轉子雙渦輪引擎，可以爆發280匹馬力，最高時速236公里每小時，0-100加速5秒以內。轉子引擎嘅魅力所在就係每運轉一次就可以完成3次做工。要知道一台傳統嘅活塞發動機，每個活塞要運轉2次先可以完成1次做工，所以將 RX7 改裝成4轉子，馬力就可以輕輕鬆鬆高達1000匹以上。亦都因為轉子引擎嘅高頻率做工運轉，使得佢有獨一無二嘅高亢聲浪。而且引擎嘅擺放位置係咗50毫米，使得佢重心低更貼地，比重亦都達到咗50:50。底盤採用咗前頭雙 A 臂，大大提升咗操控性同穩定性，使得佢無論跑山定係漂移都可以成為頂尖嘅存在。咁既然轉子發動機咁把炮，但係點解佢停咗產呢？原因就係佢嘅缺點太明顯啦，燃油經濟性差，保養困難，燒機油嚴重，據說1到3000公里就要換一次機油，再加上排放廢氣嘅標準越來越嚴格。FD 喺2002年停產，結束咗 RX7 25年嘅旅程。